物理治療比以往更加普及，咁好多市民都為咗自己避免運動創傷，都主動去了解物理治療，咁呢個都係好嘅現象。跟住教大家做一個股四頭肌嘅伸展運動。首先揾一張穩陣嘅凳啦，一隻手扶住。例如我而家拉右腳先，咁左手咧就捉住右腳嘅腳面，屈曲個膝關節，直至到咧大髀前邊有啲拉扯感覺，然之後停留10秒。呢個動作咧常見錯誤就係例如個條腰彎咗，隻腳個角度唔啱啦，企直個人隻腳擺喺自然角度咁就可以。